各位会友平安，聚会时间已经到啊，请咱安静心来慈悲敬拜上帝。伫今日，伫开始礼拜进前，咱先来咱今日伫聚会中会唱到一条诗歌，信诗568首，我有保护者伫我身边。我相信每一个会友来到咱人生中，有定定会拄到真袂顺的代志，嘛会拄到真困苦的代志。伫迄时，咱要超找的就是啥人会当安慰我，啥人会当保护我。我想小等下要透过这条圣圣诗568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来看，咱做一个基督徒实在真幸运，伫咱的身边有一个保护者，伊伫咱的身边内面，在照顾咱，在关顾咱。请各位会友，跟我来做伙唱圣诗568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虽然看袂见，因无你，因听求流浪来相会，全能的天父主上帝。你听我就为阮的那江那落水，拯救的声像在保卫，受主所听正。真热泪，又搁你看我祈祷，最大大无遮较无好，一切我搁主来拜笔，将万事交托你，主做我日头甲对麦，迷失就无暗无款，光阴真快过，那些钱。只有吹白我那困你。这是咱开始咱今日的敬拜。就是请咱同心来敬拜上帝，请走啊，袂倒。
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今日恁着听伊的声。以上，请大家同心来念新的诫命，来告白咱的信仰。请看信息的头前的第12页，请起立，咱一声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正你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法先知的总拳头。新的诫命，互你，你着三听。你着三听，你若三听，竟然是我的学生。请坐。只是请大家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大全能永活的上帝。咱的世界就足侪国家的政治动荡不安，加上疫情无法度来控制。阮的心情虽然惊吓不安，但是阮轻信靠你的人，你的应带甲保护，以这神的助力，大家要做伙伫你的圣殿，要用吟诗来呼噜感谢你，恳求圣神降临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亲爱的主，即摆疫情全世界扩散的纷争非常的严重，死亡足侪人。咱台湾即摆嘛有新冠的病毒的伤害，求主会使赦免阮人伫地面上的罪，求恁怜悯阮，除去遮的病毒对阮的伤害。伫这全年的白，也求你怜悯阮，来脱离罪的头棒。伫你的疼内面，有毋茫，无阮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拢会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阮要将你的话记牢在阮的心中，诚做阮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教会中若是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求主来医治因，互因得到健康。若有人出外、出国的，也求主赐因平安。遮嘛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求主赐予咱有智慧来，有够有力量来互主用。也嘛希望教会会使诚做一个有见证、温底满满的活命的教会，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咱上后嘛为着阮咱国家来代祷，协助咱国家的执政者甲官员有够业能力来处理这个疫情。即时，愿主的圣灵降临阮的中间。求你的话会使透过蔡长老的喙，互听的甲讲的，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即是要请圣歌队来带咱来阿罗上帝。
这是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咧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7节。我感谢上帝，就是我刷食列祖用清气的良心所予撒的。伫基督的时，我少年日无煞。记得你的流目屎，明日幸无见着你，互我满心欢喜。念着你心内无假的信，这个信是大先点伫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基。我轻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为了这个缘故，我点请你，爱你将上帝对我还手所予你的恩赐，搁奋志，亲像火火搁炎一样。因为上帝所赐予咱的，毋是惊吓的形成，就是全能、仁爱、守己的形成。这是要请蔡长老来分享，题目是饮水思源的清明。刘亚最好，我这边要请大家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为一件事情，我们先来默祷。我们的世新足球队，从来我们教会之后，他们的青年们为主而踢球，他们充满着信心，终于拿到最好的成绩，因为他们要进入冠亚军的决赛。求主为这件事情，我们迫切来祷告，让主陪伴着他们，让他们所踢的每个球为主而奋斗。今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带领世新足球队这些球员们到主你的面前，让他们知道主你是他们的王，你会带领着他们朝向标杆直跑。求你带领着他们在冠亚军的决赛中，有主你跟他们同在，用他们的全心全力，尽他们的全力来征战这一次的征战，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主。求你照顾着他们。我们在座还有的人受到一些苦毒、一些苦难，却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让他们在主你里面得着你的平安跟喜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平安，请你搞出面给别讲一平安啊，这快乐的。那每一摆加大家做伙拢感觉足快乐，因为即摆疫情吼，涨800个，安尼外界224，我惊一个吼。虽然讲下早我就看到中安啊，已经要开始去开会啊，伊实足可怜的，伊也无拜6礼拜吼，伊要去开会啊，然后其实伊讲的是无遐严重啦，因为咱有打疫苗，其实不会那么严重啦。但是咱台湾都嘛是爱渐渐解封，所以我今日甲讲吼，不要紧啦，你讲都会使脱口罩，我讲无，我跟他们一起戴口罩好了，大家互相保全哈。所以咱大家来小组分享，我们也是把它戴口罩哈，戴口罩比较安全。那接着开始慢慢饮水思源，我们说慎终追远，饮水思源，尽其清明。清明，我早有讲过，特别到清明节时，其实我足少，我足少年我老爸老母吼。总是我大兄举小弟拢无法对，因为讲我也站袂掉。总是我袂啦，我这次已经心情平复很多。基督徒毋是无注重清明，基督教毋是死无人靠，基督教是颠倒再生较友好，死永远的对书。那你前面这时阵，有可能有一日。咱开始伫前面之后，咱马上过来聚会，用少年的心，三个来做礼拜。咱一步一步来，咱嘛是真正的少年，但是迄个少年是用信仰的少年，少年到咱的先祖，少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那另外少年因信思源咱先人的信仰，到咱所读到提摩太前书内面是保罗先生写予伊信仰的囝儿提摩太讲感谢上帝，就是我接续先祖用清气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一代传一代啊！
我讲神作良心所赐，我上帝，你爱提摩太啊，你少年梦少年，你爱笑脸嘛，你唔能讲感觉不要小看你年轻啊。你做信徒的表率啊，你爱做因的模样，你爱做因的榜样，你真正的上帝面前，你真正爱来看顾因，你真正爱来笑脸因，你真正洪知，讲信仰这个传承是这个福气啊。你看到阿伯来喊，也不拉喊，你本地都住啊好好。我常常有当时讲好奇怪，我若卡出个对台南嘛袂歹，我台南的厝吼是103平地平呢，迄若搬来台北，毋知要偌好咧。我这大的厝是30平呢，我咧讲103平是地呢。我常常咧甲上帝讲，上帝毋知会使搬过来袂？上帝讲迄搬袂过来，无法度，较忍耐咧。所以相对的，后壁就喊要离开，本乡不足甲讲，台南要离开啦。另外要个输互你另外一个地，更较水的地。啊，别人没有犹豫呢，毫不犹豫，向上帝叫我去，我偏要往呢，我就去。拢无一个讨价还价，走啊就走。啊，去到迄个所在吼，有经过艰苦无有哦。伫个所在经过真侪艰苦，总是上帝有甲讲，你若到迄个所在，我要赐互你大大的福气啊！不是讲你的家属起如提定的七害你的算，就天上的星星，海里的沙，而且我赐给你代代的福气。我还是再强调一次哈，所谓的代代福气，不是说你这一代的福气，你这一代的信仰，下一代就得福哦，而是说你要将你的信仰教导下一代，下一代的信仰会得到加倍的祝福。我再强调一次哈，有阿爸父是没有阿爸阿公哈。上帝有囝无孙呐！你信上帝的人，都是上帝，就是你的天父，你的阿爸父神。你讲无啦，阮老爸互我的信仰，对阿伯来他们医生甲讲，阮老爸传互我的信仰，恁老爸是教导你信仰，总是你嘛爱家己去接受啦。信仰是家己的，你爱家己去接受。咱要看几个人？这个人是穆罕德的家族，这个家族吼，伊是啊，是足虔诚的基督徒，足。你那虔诚的宣教师，而且是迄阵的觉醒运动内面的一个传教者。那时候看到原来这个家族内底吼，差不多所有的人拢是做宣教师，佮一个因的目标拢是宣教。伊去读医学院呢，吼，那即阵的人吼做医生，好，你讲做医生去传教，我看林家恩，我们就很敬佩他，10年就在非洲，我荣兴教会的林家恩，我非常敬佩他，舍弃就到非洲去。但相对的，现在的人，你说叫他念医学院，然后跟你说，爸爸，我想去非洲传道，他都混的。吼，我提出一招，你读医学，你搞我要非洲传道，啊，我给了钱呢？无在你读啊做医生，没有，他们去那边受医学训练，是因为准备去非洲宣教。这个家族哦，代代兴盛。我们就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大家都很熟嘛，洛克菲勒，世界首富。石油大王，这个人吼，钱是有够多。美国为着伊做一个反托拉斯法案，公司伤大了，所以叫他要分割分成34个公司。就这个人很好玩呢，他分100个都没关系，因为我现在赚的钱就是90%以上，我要做奉献，我要做捐献的使用。台湾人呢？伊捐偌济钱咧？伊差不多钱哦，一直捐呐。伊甲讲啊，都唔知，我都愈捐愈济，啊，都无法度，都个愈捐，啊，愈捐就个愈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从小我的妈妈每天叫我们读经，叫我们祷告啊，所以每天我们都叫我们一定要主日遵守主日的奉献，叫我们爱做善事，叫我们爱真做一真虔诚的基督徒啊。所以哦，你们看是世界首富诶，以后做一个。名言就讲啦，我爱拍拼趁钱，啊拍拼欠钱，啊上重要迄句是安怎？爱去拍拼奉献，拍拼趁钱，拍拼欠钱，啊创爱拍拼捐钱，有做够无？有啊！洛克菲勒基金是伫美国做慈善事业做上济，影响着真侪人，比如盖茨啊，加迄个巴菲特，伊嘛讲要裸捐，我若死了，所有钱都捐出去。对因来讲哦，伊已经体会到，伊的钱，伊拍拼要趁钱，要做啥物？要做捐钱的内容啦。
我看咱信徒每一个人有即个心是遮尔好，我嘛是看到咱教会有兄弟姊妹有即个见证，伊嘛是拍拼趁钱，总是伊嘛是拍拼咧捐钱。上帝祝福加倍啦！即个祝福因做即个代志的时阵，你看伊的孙仔中间内面都迄个有做摩根大通是美国上大间的公司的执行长 CEO 啊，伊嘛甚至有做副总统的。你有作为所长，我上爱就是伊老母讲一句话，伊老母人家问到去配都讲，你世界首富嘛吼？啊，你想要太当变做世界首富？伊讲我不是首富啦，迄钱赚都不是我的啊，迄上帝的啊。伊讲无啦，你敢讲啦？你是有啥秘诀无？伊讲若要勉强讲秘诀吼，是阮老母留互我的一个信用的遗产啦。啊，什么叫信用遗产？阮老母甲我讲3项代志。第一样代志吼。遵守1/10的奉献，因为阮老母甲讲，你甲试看觅咧，你趁10块献1块，趁100块献10块，我都无遵守的时阵吼，我都毋知都愈献愈济，愈献愈济。啊，无我若趁1000万的时阵吼，你要叫我献100万，我会足艰苦心的。上帝就甲我讲，啊，莫啦，你若感觉献100万，你足艰苦心的，我祈祷互上帝，互你莫趁遐济。无我嘛祈祷说，叫我趁较济，互我当个献较济。第二样代志。阮老母从细汉吼，若带我来到教会时阵，拢提早40分钟到，啊，拢坐第一排，拢是第一排吼，叫你坐第一排。我坐第一排，伊安怎？我来敬拜上帝是要听上帝话啊，啊，第一排较清楚啊。啊，可能第一排上帝咧甲我讲啥物，我会当随听着，刻伫我的心。所以我即世人吼，伊洛克菲勒虽然是世界首富，伊礼拜日绝对去礼拜拢提早40分钟，啊，就坐伫第一排。坐到创啊，准备安静伊的心来做礼拜，教伊留伊的家族，每一个都相共。所以讲，迄间教会，伊若献奉献到足济间教会，伊家己去的教会，所有的家族拢是坐到第一排，头前拢先占满的，拢40分钟就到，行向抢位去。第三项，伊讲一项，永永远远遵照牧师的教示，毋通互教会烦恼。我捐钱出去吼，足侪人钱捐得了吼，安尼说三道四。我今日捐100万，你爱做啥？你爱做啥？哇！恁的中纪会这决定对有诶无？伊讲我捐钱出去，只要若用伫上帝用途，我拢无第二句话，莫地倒落地下就好啊。为无事钱捐咧，地倒落地安尼毋好。我所捐钱的，就是要上帝用，爱安怎用吼，我袂使插嘴。我这个奉献足水的呢。然后这教会开始祠堂，讲为着你献这钱来，咱搁来祠堂，搁来用一间教会，因着搁去买一间教会，伊拢讲好，无够，我搁献，啊愈献啊，我着趁愈济。到尾啊讲啊，毋免搁献啊啦，因是财产拢90%几都甲捐互出去。啊，伊的行为已经造成足侪首富拢有这个行动啊，开始美国裸借的风气足盛的啊。去台湾无影响着，真侪人嘛咧裸借，咱开始咧捐。愈捐愈济，因为积住财宝伫天啦。那你世间只咧趁这个钱，你计较啥物？你要积住财宝伫天啊！所以，这洛克菲勒的家族的时阵，咱就发觉讲，伊的家族的中间，你会发觉讲，伊的家族代代拢得到福业，出真侪牛人，佮上强哦，这个家族安怎？咱那个富不过3代，啊是因为伫好业落好几代，到7阵嘛还佫足好业。总是有一项，伊拢遵守因的先祖，洛克菲勒甲因定的规矩。伊按洛克菲勒甲因讲，你来遵守1/10的奉献，你来做礼拜提早去礼拜坐到第一排，你来完全遵守教会规定，莫多用啊喙插一大堆，钱献出去就是互上帝用。你干来当看讲，啊毋通得到属于那地下就好啊。那我看到一个人吼，因为时间关系，咱袂当讲足济。这个人咱大家足熟的嘛，第一个传教者。高长，当时芒啊，阁无说伊所栽培。其实迄个所在，你也想说高长透一个什么稀罕的人，总是甲栽培伊做第一代牧师。那我看到这个高长，伊对亚芒啊，甲牧师带台南带传道，上帝有得伫个心志无，伊个传道生涯其实是足艰苦的呢，餐风露宿，伊个生活根本无好。总是吼，咱甲看觅呢。咱第2代嘛，是用做牧师，咱到第3代时阵吼，足趣味的哦。20个查甫孙的中间吼，3个是大企业家啦，啊5个做牧师，高出名牧师就是因啦。
高祖牧师过世的时阵吼，因知影高祖牧师捌写批互蔡宗义，足厚的批，某一个牧师知。伊讲是毋是你将这个批甲摕出来，这个纪念？我讲我批已经无伊啊，因对什么人来写我的物件，我厝搬搬，你都毋知摕伫倒伊啊。所以当时蔡文总统要选第一任的时阵，伊去拜访高祖明牧师，我请伫迄阵做市长，甲我讲叫我陪因去。我讲政治人物我无爱，毋是讲我看无起，你叫我去找高祖明牧师无问题，伊嘛叫我见过面，总是伊写批互我，伊讲怎你即个人写批互我？我少代志有人知我无啊？所有记载拢无人记载，你嘛第一遍听到尔。因迄无重要啊！上帝我是上帝知影我的心思意念较重要啊！有个人常常咧讲好，我熟悉高祖明牧师加落好，我熟悉啥物人加落迄个，我熟悉啥物？对我来讲，我熟悉上帝啦。有啥物人比上帝较大？有啥物人比耶稣较大？有啥物人比圣经较大？我熟悉因都有够啊！都有人就为着迄种甘愿的讲你。错综你安尼较对，你毋得交陪我权贵，交陪权贵是要创啥？对权贵内面吼，伊互趁大钱哦，伊会当甲你报你安怎？足实的，钱对我来讲吼，用去叫做财产，藏的叫做遗产，我得甘愿互上帝用就好啊，我欢喜就好啊。上帝甲我讲，我上即个课2万块要互我，啊我嘛无迄上啊，因为我感觉来遮做礼拜较好。这是种欢喜的代志啊！你看伊的子孙里面，上帝祝福是安怎呢？你的代代，你的少年，你的先祝福你这个信用啊！咱的前面这些毋是讲我拜好，咱的前面这个为什么爱拜祖先？爱去找风水较好咧？伊祖先的地引你的子孙呐！我想讲你他都找风水。你也拜上帝，上帝你个真正敬拜上帝，上帝都会庇荫你，真正会保护你，会祝福你啊！上帝讲啥物？你若为着我放杀你的厝弟，放杀你的某囝，为着我咧征战拢征战的人，互你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来世得永啊，来世得永生，今生得百倍。其实，在我的例子里面，我看得很清楚，我真的看到那些为主尽忠的牧师，他的后代真的得到上帝大大祝福。你不要不相信，因为事实就在你的面前做到见证。所以，那个洛克菲勒的家族说你要尊敬牧师，其实我们的家族里面跟牧师都非常的好。从戴宗德牧师、陈柏成牧师，那个张光荣牧师还帮我们结婚的时候特别下来指挥，还有那个石青周牧师，现在是城中教育的牧师退休的，那跟我们包括第二代跟我们感情都非常的好。因为我们都看从他们身上对那心境，看就讲，因真正努力的无悔，对不对？林牧师，我看你林牧师就是啊。因的代代子孙真正继续侍奉上帝，上帝加倍祝福因。阿门。恁是啊，大家拢无安尼学要惊死。上帝真正祝福你咧，明年这你是第一代，你将你的信仰传到第二代，传到第三代，上帝特别祝福你，你要相信无？阿门。真正咱为着咧找风水啦，为着要拜因啦，好找爱拜足侪物件，为着要庇荫囝儿孙，你贪来信上帝就好。信上帝传到你的信仰，传到你后一代，颠倒更较大的祝福哦！迄个祝福是无限大的祝福，你所看到的。我下早有讲过，迄个咱本来当然无两个翁爸仔囝咧冤家啊。结果这个后生因为伊囝自闭症，伊即摆讲无要冤啊。我将我的钱我要献出来，已经先请30个自闭症儿童设一个自闭症工厂，伊讲伊的目标要160个。我讲要开幕迄日，甲我讲，我毋捌咧参加6个啥物开幕典礼啦，即个我足爱去的。迄偌好的代志啊！黄宋人讲我。迄江一华因后生嘛自闭症，足济有名自闭症，你发陈昌文趁遐济钱，其实伊的查某囝嘛是为了嘛是脑性麻痹。上帝互咱有足济苦难，你若是讲光鲜亮丽，其实后壁拢上帝互咱有十字架啊！你背十字架时阵，你要勇敢嘛！你上帝互你暂时背十字架，人生这么长的永生。人生是一点尔，你所看到人生只一点，就讲你也看到，伫美国甲统计过啊，这个爱德华兹这个家庭是14世纪少年啊觉醒运动的领导者啊，这个家庭应该统计150栋后，哦，伊个家族内面吼有安怎呢？
捌做过第一夫人的啦，也捌做过法官啦，也捌做过州长啦，也捌做过教授啦，一大堆人伫法官，你甲统计起来，拢是社会地位真好。你讲安尼，我都有排有保庇，毋是这个意思。是最主要是上帝，你敬畏上帝，你的子孙敬畏上帝，你的代代传的信仰中间，上帝真真正正大大祝福你的后代。当时阵出世的，这个家族是游客家族，专门咧做歹代志的。伊专门咧做歹代志，这个家族做歹代志，像我黑社会趁钱最容易的，所以伊甲统计过吼，他住迄个爱德华这个家族吼，150人后生800个尔，这个家族较高生1300个。但是1300个中间吼，有300个做平民啦，310个人做平民，300个去营养不良，生出来就死去啦。啊，该做内面阁130个罪犯啦，也有迄个小偷啦，也有迄个妓女，也有谋杀犯，等于无一个正常的啦。真趁钱要创啊！你讲我即阵无我趁足侪钱的，我做黑道，你啊看我敢收钱就收一堆。总是来讲，富不过三代就记这啦。这个真的富不过三代，总是你啊信上帝，不是富3代而已，是富代代，千代万代，千代万代。所以咱清明节咧思想的时阵，咱咧饮水思源呐，咱咧慎终追远，爱受啥物呢？受真真正正你先祖所留的信仰，毋到今仔日你的成就啊！因真艰苦打拼，也希望留你才有迄个成就啊！所以讲，咱这清明节吼，今年靠上清明节，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年有时我感觉清明节安尼，落雨吼，我或者去落雨看看来讲，要紧人，阮爸爸妈妈吼，即摆住那古头，佫安全。但是我感觉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高先生家迄个文汇场咯因伫遐嘛是足好的呢。南河佫看风景嘛是真水呢。所以讲，每一个人真正爱留落迄个信仰的财产。你若知你留落信仰，你教育你的囝儿，爱用圣经的道理甲因教，安尼教路袂偏离啦。咱敢若想讲伊去补习，伊爱安亲班，即摆个多元入学，一定爱补偌济拄偌济。互你做代代医科毕业足顶尖的嘛，所以我做法官的中间，法院讲迄落安尼读册读啊足悬的吼，厝人有对爸母足不孝的一大堆啦。我讲我负责啊，读啊悬要创爱。我一个在法庭甲我讲，我若要甲早生出甲饲着死，你都已经袂负啊你互你饲死嘛袂负啊。所以相对的，咱互伊的信仰较赢，留互伊真正伫社会趁偌济钱呢？你社会趁真济钱是一时的公营尔。趁钱背后真济人嫉妒呢，趁钱背后真济人甲你诽谤，趁钱背后真济人甲你咒诅，趁钱背后你就真正会当留你遐子孙哦。你遐子孙若无信仰哦，你趁愈济钱，遐子孙愈甲你开佫较厉害。迄乌面错，足有命，阮台南。跋筊一暝尔，拢总输了，落好趁。互你中乐透好无？10亿，所统计出来吼，中乐透的人差不多大部分拢是尾啊拢吐落土，个有舍入俭难啦。真正你已经开了后，又要叫伊欠吼，欠无啥迄个，所以讲你去台北桥骹吼，足侪人是以前是大好野人呢，即摆伫遐打零工呢。前面甲咱讲啊，你会代讲起上帝作为啊，代甲因讲啊，你爱信上帝啊，互因家己甲上帝结连呐，互因会当家己称阿爸爸，我叫阿爸爸，你嘛会当叫阿爸爸，但伫上帝面前拢是称呼阿爸爸啊。你看安尼变兄弟，迄是咱世间人的想法，伫上帝面前拢是称呼阿爸爸，拢是真快乐，会当三角做伙啊。所以咱所读的圣经内面甲咱讲啥物呢？甲咱讲啊，保罗先生提嘛来讲，因为你的外妈乐意加你的老母有年纪，因所做的工课安尼代代相传，因为细汉因就教你呐。因为他们对这宗教教非常的注重啊，细汉就教你这个信仰啊，或者这信仰伫遮来中代啊。所以讲你的信仰毋来当伫着跳起来，当起来先去甲人讲，或者当伫着人来，伫着刚强啊。
其实我这泡沫都已经解过啊，可能他多咧入的时候，佫入唔到去吼，已经解过啊。所以上帝无重要，上帝是安怎呢？上帝互你有啥物才能？5000、2000、1000，今日咱生活对咧唱吼，你有看有人讲过呢？你有感觉加唱起来无共款无？哇！今日主任来大家讲过，哇，感觉不一样吼。来主任可能伫要学正话啊吼，4月初9过来着主任啊吼，了过来着主任。哦，咱唱起来那个感觉都已经无共款啊。今日生活对咧唱歌，你有感觉足快乐的无？有无？哦哟，无采阮唱一步，我嘛足认真唱。阮唱英语，我知恁听拢无啦。伊第二遍咧唱英语，我就问一步讲咧唱啥物啦？伊讲我唱英语啦。袂好个再有字幕，啊，总是安那，这嘛足快乐的啊！你唱的时候，大家拢感觉足快乐的啊！咱规人跟我上帝拍一个拍好无？谢谢哦！我今日唱歌吼，我嘛唱足快乐的啦，感谢主。咱心中充满着喜乐，将一切恩典归于上帝。这是咱应该做的反馈啊！上帝烦恼这灾难的时阵，你安怎？你唔通家己藏在内面，你也出来奉献啦！安尼有诶要互你搁较济，安那无诶吼，你若拢无咧奉献，怎甲你收对啊？你等到了较济啊！所以咱毋免去，咱来永永远远对主啊搁孝敬。基督徒毋是死无人靠迄，基督徒上要是在生较友好。在世时，你向上大友好，友好你的父母。圣经内面讲，你的友好父母，这是第一条大应分的戒啊！哎，孝敬你的父母，要孝敬父母，这是头一条带应允的诫命。你讲不要紧啊，阮老爸老母吼，在世免友好，啊死后我甲拜学较澎湃，甲超度，好伊就祝福我。咱无咧超度的啦，我们要的是真正从心里发出对他们的敬拜。那么一个人在基督人敬做的态度是安怎？因为那是出对伫上帝代代相传的信中一直传落来，那是饮水思源呢。咱来感谢主，我嘛足感谢。阮老母的信仰，阮老母应该算是第3代信徒啊。啊，才带阮老爸，带阮老爸来信仰。阮老母是对阮老爸才来信主的。其实伊是无影真正信主，是为着对阮老母。上帝互死无去了，伊才真正来信主。当时因的信仰才传互阮，阮从细汉时阵，因就甲阮抱咧读圣经的话。因的信仰互阮，教阮一世人咧行路真顺，所以讲阮嘛信仰爱传互阮的后生甲查某囝。有迄阵阮大宝吼，我若咧祈祷，阮大宝就到边仔对咧祈祷，伊阿嬷就甲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爱的亲爱的主耶稣。”哦。迄朋友小可惊啦，讲伊袂使阁祈祷啊，安尼袂保庇。所以不要紧，我慢慢来改观念。所以咱咧敬做态度，咱真是咱一代传一代啦。咱一代传一代，咱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讲啊马太吼，你去对马太福音第1章咧读吼，你讲够无聊，拢是人名，写一堆人名。啊，这圣经有啥物通查经？啊，甲你背遐人名，谁叫你背？圣经内面特别甲你讲，14代3是多42代。伊甲你讲，对大笔的后裔，大笔的金要出一个弥赛亚，你来看，对第1代到14代都到大笔。然后开始查经看，第1代到大笔耶稣的降生的时阵，是真正耶稣根基啊。咱所看到这是安怎？马太福音第1章，这就是要甲咱讲，一代传一代信仰，无咱占嘛。你讲不要紧，我都信主，我咧绝对保护阮后世查某囝，没有哈。上帝是直接，你的信仰在传互你的后生查某囝，互伊嘛家己信上帝，互伊家己领受上帝恩典。迄个个时代第2项上重要。你友好是在当下哈。你讲友好爸爸妈妈不要紧，啊，我等下死我会甲做足澎湃。77、49日做偌大的罪，拢总无效。迄无重要嘛？上重要是你死了真正友好你的父母无？互伊在世较快乐的啊！互伊在世时阵，伊伫上帝面前，伊只要得到快乐啊！所以上帝讲，就要孝敬你的父母。你若咧咒诅你的父母的时阵，就讲了，要互你死了，要致死你们。你说上帝怎么那么严格？当然他严格啊！上帝创造你的父母，把你养长大。虽然我们说子女是父母的产业，但是你一定要用最大的孝顺。我感觉中央教会有一项代志，我感觉一直感觉讲足感动，一直感觉真欢喜。咱中央教会
对咱的爸母足友好。阿祖有影无？阿祖啊，你甲点头尔，阿祖无参加，真正足水的。那其实很友好啊。那看来心智最大目的是你要友好孝敬你的父母啊。等于讲你对美国回来是毋是要照顾你爸爸的？是啊。你干嘛对美国回来半当来照顾伊老爸啊？你在世较友好啊！真正咱用最大的心来友好你的爸母，这才是有真正的目的啊！所以讲，咱俗语咧讲，生前一粒豆较赢死后拜猪头啦，生前食肉食死牛，较赢死后拜猪羊啊！好，我伫过国教会吼，都听因咧过国教会处理了，迄一个阿婆啊，拢是阮老爸老母摕咧迄度反正伊都透早，啊，就叫因孙仔摕一个碗公，塑胶的啦，迄袂害吼，塑胶的底一面桶的迄个食，啊，互伊食一日安尼，啊放屎啦，臭光光，啊，拢阮老爸老母去替伊清咧，啊，到死的时阵吼，迄厝里算家族足大个啊。70-49日拢住咧做鸡哦，规庄头拢知哦，死偌可怜咧！啊，甲阮老爸讲你死啊，生前对我老爸老母足好，啊无恁来参加，阮老爸讲我无咧参加迄，死前较友好较重要。阮老爸甲讲即句就走啊，死前较友好较重要啦。死啊，阮咧拜甲遮济超度遮济当庇荫你的囝儿孙，何必咧？这一点仔都无重要嘛！庇荫你的囝儿孙。你也看，咱伫遮时阵，咱有看到郭先生，咱有看到文伟兄，顶礼拜咱公司嘛病死啊，咱有看到咱的迄个绿云姐，咱有看到咱的迄个许爱凤老师，咱有看到咱的陈雪红姐妹，因拢伫迄个所在，其实迄个所在是快乐的所在，因为有一日咱要伫遐去相去，所以咱会记一句话啦：生前一定要友好。我去强调一遍嘿。死前将你所有的力量来友好孝敬你的爸母。你咧孝敬你的爸母，你毋通对你的爸母无礼无貌。啊，你以后你的囡仔咧，是毋是要学你无礼无貌？你爱希望你的后代对你友好，是无礼无貌？当然嘛，希望你的后代友好啊。所以咱咧家己做友好的代先，互后生查某囝学啊。咱的信用嘛要互后生查某囝知影讲，我的信用是对的，你要学我的信用，背我的骹车。我的信用，卡下恁听无啥无咯？背我的那个轮轴吼，背我的重担，所以相对的细力哦，安怎永远追思啊？因为死了就去啊，死了就过啊，死了还要追思，永远怀念你的爸爸妈妈。我爸爸的讲稿都用手写的，厚厚的好几册。我大哥拿走，然后我讲一句话，那是个纪念品。他的讲道我不见得会用，但是我希望我们永远知道说，他每一篇讲道拢是用伊的心，伊个讲道要到互我囡仔人听有。伊讲伊拢是伫庄脚咧讲道，啊讲道爱互因听有，啊无讲道无目的啊。照圣经安尼咧讲解剖圣经，讲起来足有学问的，啊因就听无啊。所以讲道拢足浅的，上深要写到足浅的，互因听有。那讲一遍我听无有，伊就去顶解讲安尼你听有无？爱听有，他叫做讲道。这种真重要，爱知影这样代志。有一日，咱要天堂搁再相见。清明节时阵，咱要艰苦心，咱的先祖因较早咱去遐避难所在，耶稣带咱避难所在啊。有时咱要伫遐相见是安怎？是快乐的相见啦，还是遮尔快乐的相见？一个查某囡仔，拜卡，伊读即间学校非常有名，总是到拜六的时阵，伊就在等一个计程车，看着讲，这查某囡仔在迄等，这人看着这计程车把这桩捡起来，怎行去？甲讲，先生啊，你会使甲我载袂？讲当然我会使啦，我计程车就是要载人客啊。爬起哩，董先生，你是几岁？我说王伯伯，啊，只有10块钱。我计程车是20块起跳啊，你10块。先对不起，我只有10块钱，你能不能载我到前面的公车站就好？我只有10块钱。你说好啊，好了，你得给他载公车站。
坐倒遐，伊就落车摕回10箍。这人小奇怪，太一景车，才坐到迄站尔。然后伊讲无啦，无继续甲你载好无？讲无啦，我得干10箍尔，这样好了，这样就好。坐公车，礼拜日若到，周末若到，拜六若到，因为伊是住校，周末若到的时阵，这计程车司机就搁往西去看嘛，讲真正看到迄个查某人伫遐，搁你讲先生，得来，车就堵去，就坐起哩。还是到前面的公车站，就车塞到前面公车站，就落车，10箍。他拜六时阵变一个默契，因为拜六伫要到时阵，伊的计程车伫要到迄个路中的头前吼，拜六到伊就将个变落来讲暂停载客，专门咧等迄个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出来拜咧煞，看见就真欢喜，一直行去，哇！迄个司机真欢喜的，就宝宝，谢谢你哈。我们也是到前面的公车站，一直载到公车站，就落车。伊看伊排这卡网，咱讲这个囡仔对足有出头的，足有礼貌的，佮读遮尔好学校，一定足有出头的。敢问看两个开始讲话你先几年啊？我已经高2的啊，已经高3啊，我伫要毕业啊。再一当了后，知影迄个学生伫要毕业啊，学期结束啊，讲这查某囡仔摕遮大2包的行李，因为大等，伊的车就甲堵去到伊头前。妹妹，来坐车。你讲对不起，今天东行李比较多，没关系，来坐车。就下骹行李箱拍开，将个物件甲搬起哩，坐到上面。你讲王伯伯，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坐你的车，我已经考上大学了，我要离开了。我知道，这样好不好？给王贝贝拜托一下，今天我载你回家好不好？不要了，我家好远。没关系的，给王贝贝拜托一下，能够载你回家好不好？好啦，就让他载他。原来他家好远呢。载到那么远下车，他就问他：这么远，你为什么只有坐1站？他说：我爸爸以前也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他每个礼拜6都来接我，然后呢，他就不讲话。他说：谢谢你，王贝贝，以后我会有机会我会慢慢告诉你。可是你给我每个礼拜来接我，就让我觉得很温暖。王贝贝说：我知道。所以他就拿一个行李，你所做这1年的钱都在里面，我不跟你收钱，因为这样对我很难过。不能啦，不行啦，说不，钱虽然不多，然后我再给你一个奖牌，这个奖牌是奥林匹克的奖牌，很贵重这不是值钱不值钱，是很贵重，给你。为什么？如果你不如意，你就看这块奖牌。好，再见了。从此，这个女孩就没再做她的计程车。做计程车生意愈来愈歹。一直驶10几档了后，突然间有一日感觉无啥生意，伊专带咧洗车的时阵，听到人咧讲，有一个 TAZ135号的计程车司机，如果你有听到广播，请跟我们交通广播电台联络。我都咧讲我的车电话给他抄起来，卡电话去，讲有人在找我啊！你是不是 TAZ135号的计程车？讲对呀，就是我啊！伊讲你打一个电话，有一个女孩子说要找你，电话是他很好奇，就打个电话过去，就给女孩子接起来，你是王伯伯吗？就向他谢个，说你忘记了吗？10几年前。在女中的前面，你每个礼拜6都载我对，你的声音好熟，我好想你你现在怎么样？还好吗？跟我伯伯，我们明天能不能约在某个饭店的咖啡店，我们见个面好吗？好啊，好不好？要高兴。结果2个在那边见面，那个女孩子长得已经清秀，她说：我从念完大学以后，我就去美国留学，现在我回来台湾工作。
哇，两个聊了好多。王伯伯，一件事情我实在不敢告诉你，因为你那辆计程车 ATG 135以前就是我爸爸开的计程车了。我爸爸以前也是开计程车，那每个礼拜六都来接我。他每次来我上车，我就跟他讲谢谢爸爸，然后到家里说谢谢老爸。我每天都好快乐，每个礼拜六就等我爸爸来载我。当我高2结束的时候，我突然因为要载很多行李，所以我爸爸就去跟人家借一辆面包车，可以载比较多的东西。没想到他那辆车他不熟，结果就跟人家发生擦撞，然后呢，我爸爸就死掉了。我的脚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才跛脚，所以我第一眼看到那辆车我就呆住了。那不是我爸爸的计程车吗？没想到你真的来接我，而且对我那么好。可是你为什么只有坐到公车站？你家好远呢？因为我爸爸死掉以后，只有妈妈养我，我家很穷，所以我只有10块钱。我本来10块钱可以坐公车，可是我就很喜欢，我就很想到我爸爸，所以我就能够坐一下就好。所以我每次坐你计程车，你走到家要好久呢。对了，大概要1个半小时。因为每个礼拜六坐到那边，然后走1个半小时回家，可是我心里就很快乐。王贝贝，你真的让我觉得很高兴。尤其你给我一个奖牌，奖牌下面还有个十字架，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爸爸都载我们每个礼拜天我就去教会每个礼拜六我爸爸就来接我，我们生活都好快乐。你就像我的爸爸一样，让我觉得充满着快乐。尤其你给我的那个箱子里面特别写了一封信，你要坚强，万一你想到什么事情，就想到这块金牌。你为什么这块金牌？这是奥林匹克金牌呢？他说：“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就是奥林匹克金牌的得主。可是很不幸的，她得到癌症，她死掉了。这是我最心甘的一块金牌。我每次看到那个金牌，就想到我的女儿。我看到你就想到我的女儿，因为你们2个看起来只有差1岁。”我的女儿以前也是念这个女中，以前也是每个礼拜六我来接她的。这个金牌，他说：“文贝贝，你知道吗？这金牌让我在美国求学，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仍然撑了下来。”我想到，心中充满着高兴。文贝贝，你有成就就好，你成功就好。我说：“文贝贝，我们能经常联络吗？”可以，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也没有爸爸了。既然你没有女儿，我能不能叫你一声爸爸？我承担得起吗？可以。跟他讲爸爸，爸爸，好，代代相传，好，你要坚强。那我走了哈，我们随时联络哦。他就离开了，他就坐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没想到我得到一个女儿。我的女儿虽然不在，可是我又得到一个女儿。谢谢，谢谢。突然他在谢谢的时候，突然看到他包的，他给他拿一包东西，那包东西有一个报纸，讲说有一个美国留学得到博士回来的要接跨国企业的副总裁，那个女孩子的脸就是他嘛。原来他这么有成就。那突然，怪怪的，这边怎么又有一包？什么时候一包一拿起来，一大叠的美金。那打电话给他，你怎么可以给我钱？当然你要讲一句话：“爸爸，算着我孝敬你，你真的是让我活下去的勇气。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你，我们永远在一起。你是我的爸爸，我给你这点钱微不足道，真的那个本金都还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仰要饮水思源，慎终追远。我们信仰从上帝给我们一直下来的，我们要怀念他。怀念那个是什么？叫做爱。爱是代代相传，不要让它有间隔。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爱能够代代相传。我来听今天三个主题这聚会，
什么都袂当互阮将阮甲上帝听隔离。上帝，你甲阮创造爸母互阮，阮在世时阵，阮要用最大的友好来孝敬阮的爸母。当因死了后，阮知因的疼，永远伫阮的心，阮永远的怀念。上帝万全照顾看顾阮的一切，安尼祈祷，最后所记录圣名来求，阿免。即是请大家三甲来吟诗，应答上帝话，信诗第568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请大家起立来吟奉献诗。
较济。即时我要来报告，进前，咱先来读台语的经句2摆。请对，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事，就是关灵仁爱守己的心性。第一解，对上帝所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事。就是关灵仁爱守己的心性。提摩太后书第1章。请看后主里要侍奉者的，请准备心。本周的聚会动态吼，请大家参考。若是有这奉献报告，若是有出力的，请向我还是会计来反映。过来看消息的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总会的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哦，请大家兄弟姊妹来持续的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今日放钟结束以后吼，要召开定期的中集会哦，请中集会使准时来参加。第三点吼，本会政委弟兄啊，甲陈怡安姐妹，要伫后礼拜的4月初9的拜六2点15分哦，要伫台北的浸信会仁爱堂要举行结婚的典礼吼，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咱今日小等的吼咱小组线吼12点15分吼，12点15分吼，要来练歌哦，请要唱伊的这祝福的歌的兄弟姊妹哦，请准时伫12点15分哦，伫头前来坐好来准备要练歌。练煞以后吼，咱继续就是放钟要来练习哦。你练习的时阵哦，嘛请大家后壁若是讲无练习的人吼，会使较安静的，互头前的人会使有专心会使来准备安尼。补充报告吼，后壁有放这教会有准备这使徒书信100句的，这本吼，内底有100句啊，这100句拢是做经典的经句啦，这是拢李老师遮有宽厚啊吼，放的后壁迄桌仔顶吼，若是讲有要读的吼，会使小等会使去摕吼。过来看具体交通甲代祷的事项哦。第一点是为着俄国甲乌克兰会使尽快恢复和平来祈祷。第二就是为着这连续假日哦，会友的出入的平安来祈祷。第三点就是为着两家吼，就是陈唐良、陈国义、林文英因规家吼，甲陈淑女因的信用。健康学业哦，起居工作吼，等等的来替因来祈祷。即是请咱大家来吟诗，信诗第386首，信诗第386首吼。吟诗后，请林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运会天父上帝听读，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
真济未倒必灰。这是要来行平安礼哦，请向头前后壁的弟兄姐妹来请安哦。啊，小请安煞吼，咱嘛要继续咱的小组的分享哦。
在公